客家名如何来？我是主持人罗莹莹，我是主持人土社总阿总，今日台子啊，穷下天的爱凉沙来看差金，学学会了。讲到差金，你有看吗？当然有全副实验室吼，全副看强改良，想喺度躺下，老暧昧穷下强等天时来看，真紧当好看。嘿，讲到了吼，我最近吼才开始看，目前看到当精彩嘅部分。我问你哦，你最中意看了戏剧当中嘅哪个部分？講到了差金吼，你做得看到改良時候，因為啲背景設定到1956年代，台灣嘅北部多啲樣板戲那個茶米文化傳出去，香港做得啲咧戲劇地圖看到改良時，客家人係樣板戲來生活，真緊當上蝦米嗰隻時代哦。哦，所以我哋係看到日版吼，不過其中我最中意看嘅吼，就係呢，該當時當上，喺度講到台灣嘅經濟起進咧。嘿，有人，所以人看到咧歷史嘅部分，老人講哦，地圖嘅人物唔單像日本嘅人物天天，佢還有設定係真緊現實當中嘅歷史嘅參考嘅人咯。所以看到嘅戲劇嘅時間真緊當上轉到1956年代嘅台灣真緊當河當站掉哦。哦，係哦，梗係講到呢一部劇吼，我就想講啊，雖然咪還冇全部看聽，不過我啲今邊我哋講嘅主題係乜嘅？哎呦，你來老太太講一下，到底今日我老太太搞乜嘅主題咧？今日呢 anyway 對你係開了強為主嘅戲劇，差勁當中呢讀5堂來學習劇中嘅呢係詞彙，還個記錄，本嚟都有實用嘅台詞咪做得用到 any 嘅生活當中。好，嚟按用起真緊當好，希望觀眾朋友喺呢下談到呢回事，因為當好起到底差勁係樣板戲嘅戲劇，我哋要樣板戲老太太來紹介差勁嘅詞彙老記嘅呢下本按你聽定呢個戲劇轉到改良是差勁嘅回放煙台咯，向下來看了。